来继续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早一届是提出着5大改革的方案，包括着要重新来恢复执政组，要来建立国会调查权甲听证权，结果是引来着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来痛骂，讲碰大自身的权力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回呛讲，这是为着要充分来监督。那民众党团是讲，过年后因会提出着家己的版本。另外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了第一个春联“荣耀吉庆”，讲真抢市，人个版本应较无3万份，讲根本就无够分。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了后，第一份春联伫昨出炉，以“荣耀吉庆”这4字祝贺新年，分送予立法院人员。网络平台嘛是有人咧卖，一张50块。这款春联签名全部拢是黑色，数量敢若2万份。强行加做今年上届抢市政治人物的春联，严格其实也阁有今日以内稳重版。头一批数量敢若6000份，伫立法院内底才看到。我应该有，我昨天没有进去。他的春联受欢迎，这是可以预期的，是不是？数量能够来多一点满足各界的需要。立法院国民党团昨提出5大改革的方案，包括总统每一年应该爱定期国情的报告，立委有国会人事审裁同意权，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该记名制，行政机关首长的任命必须爱经过立法院同意，建立国会调查权、听证权，甲制定表示国会罪，重新恢复。宪政体制还是底线，社会还没有看到新国会的问政品质，倒是先看到了不断膨胀自身权力的国民党团。国会至少在中间，比如说有民众来吹哨者来揭弊的时候，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调查。官员有时候是顾左右而言他，有时候避重就轻。国会有相同的武器来监督制衡我们的行政部门。哪天互相相抢，民众党团嘛会家己提案。新国会第20号开议进前，哪里8点名，拢已经有家己的想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